踏入金牛月份，做5件事嚟提升金牛能量。金牛座係土象星座，象徵穩定、務實、感官享受同埋物質嘅累積。喺金牛座月份，宇宙能量會更加強調扎根、價值同埋享受當下。以下係善用呢段時間嘅具體方法。1. 聚焦現實目標同財務規劃。金錢同埋資源，金牛座同財富有關，適合檢視財務狀況，調整預算，制定儲蓄或者投資計劃。例如整理賬單、學習理財、傾加薪或者開展副業。價值斷捨離，反思乜嘢對你真正有價值，淘汰冇用嘅物品，消耗你嘅人際關係或者低效習慣，將資源留俾真正重要嘅事。2. 透過感官體驗療癒身心，自然接觸，金牛座同大地連結，多啲散步、gardening、野餐或者單純赤腳踩草地，吸收自然能量，感官享受，品嘗美食，但注意適量，聽舒緩音樂，用精油或者係柔軟布料營造舒適環境，強化身體嘅愉悅感。身體保養適合開始健身、按摩、做 SPA 或者調整飲食習慣，重視慢而持續嘅健康累積。3. 建立穩定節奏，避免頑固，穩步推進。金牛能量討厭倉促，適合執行需要有耐性嘅事，例如學習技能，長期專注，但需要設定小目標，避免拖延。彈性調整，金牛嘅固執可能導致抗拒改變，提醒自己穩定不等於僵化，喺必要時微調計劃。4. 創造物質安全感，整理環境，打掃屋企，添置提升生活品質嘅物件，例如好嘅廚具、舒適床單，俾空間更安定。技能增值，學習同實質回報相關嘅技能，例如烹飪、手工、專業認證，強化自身價值。5. 愛情與人際，深度連結，感情適合經營穩定關係，透過實際行動去表達愛，例如親手煮飯陪伴。單身者可以觀察對象係唔係可靠，而非僅憑激情。社交縮小圈子，同能夠帶嚟安全感嘅朋友深度交流，避免浮泛社交。避開金牛能量嘅陰影，惰性，享受舒適圈可能導致停滯。定期俾自己輕微挑戰，例如嘗試新路線，學個小新事物。物慾過度，警惕衝動購物或者係暴飲暴食，問自己呢個係需要定係想要。金牛座月份嘅本質係喺務實中感受豐盛，把握呢一股能量，將會幫助你打下紮實嘅基礎，同時學會欣賞當下擁有嘅美好。